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咱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第一遍用线顶的礼拜。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咱更加应该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即时要来敬拜你，服侍你，听你的话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，互阮的心得到安静。伫领受你的话语的过程中间，无任何阻挡。互阮明白你的心意，也真心知爱用阮的行动来回应你的话语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。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知惊吓是咱人的本能反应，为了生存，人借着惊吓来闪避危险。但是咱来明白，如果过度惊吓，恐惊会造成极大的无平安。所以牧师今日就要透过咱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主题。对惊吓中间会通得到平安。这篇信息的一部分，牧师捌伫2008年8月份，甲大家分享过。但是伫这个特别的时期，牧师期待这篇信息会当带予大家帮助。咱的生活中间存在着真侪互咱惊吓的代志，比如讲天灾地变，也是讲突然来到的意外。或者是咱对未知的将来，咱无法度掌握的代志，拢有可能互咱产生惊吓。特别伫这个武汉肺炎咧流行的这段时间，咱多少拢会充满惊吓。咱会去思想讲，到底是出什么款的问题？为什么伫咱这个世代必须要去面对这款的灾难？当然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。有人认为讲，这是人过度扩张家己的力量，去研究病毒，合成这个病毒，自作自受。也有人认为讲，这是因为人唔知影准则，无注意环境卫生，爱去食这个野生动物，才会发生这款的结果。当然有一寡比较较极端的人，甚至认为这是天谴，这是上帝要处罚人类。但是不管安怎，找出原因，检查会当互咱更较明白安怎去面对。但是伫原因也未清楚进前，真重要就是咱安怎去面对这款的挑战。伫媒体中间，咱看见到咱的卫福部长陈时中部长，已经感慨来咱讲，伊讲病毒是兵分两路来，一方面是心理的，一方面是生理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是宣扬平安福音的使者。所以，伫这个非常的时期，咱更加应该爱来分享平安的信息，互心灵的病毒会当消毒。所以，咱要做伙来思考，安怎去面对心灵的病毒。首先，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，迄个惊吓形成的原因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存在着无同款的原因所引起的惊吓。咱简单来分做几类。第一类就是迄个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有一寡惊吓是因为无知所引起的。比如讲，举一个例来讲，古早的人，伊看到天顶这日食，突然间日头煞无去，因就掠做讲。日头叫一只天狗食去，所以心中非常惊吓。因就想一种办法，就厝里的鼎鞋拢摕出来，拍锣拍鼓，想要将这个天狗来赶走。结果无想到，逐遍拢成功。所以认为讲这种方法会当将天狗赶走。但是后来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咱就知影讲原来这是自然的现象。是月亮射到这个地球甲日头中间，所以因为角度的关系，暂时性咱看袂到日头。所以即摆咱看到真侪小朋友，伊拢用快乐的心来观察。咱过去咱台湾嘛有即个拄着地动的时阵，咱讲是地牛翻身的即个传说界风俗。那发生地动的时阵，大家真惊吓，
因为有一只地牛咧翻身，所以大人时大就叫这个时势讲爱学牛咧叫，来安搭这个地牛。或者是有一寡所在，伊会用拍地牛的方式来处理。今仔日咱已经明白地动形成的原理了，咱就袂做同款的事。其实，伫咱的民间的风俗中间，有真侪禁忌，拢是因为无知所引起的惊吓。这款的惊吓伫现代嘛会产生哦。因为最近有一寡假消息的传播，大家若无用理性去思考，就会引起惊吓，产生无必要的纷争。譬如讲前一站，网络顶面传说讲这个卫生纸的原料，甲这个喙暗口罩相共，所以大家就拼去抢这个卫生纸。所以这个事件后来佫互咱的行政院苏院长一粒尻川出名到日本去。所以这种未知无知所产生的惊吓嘛影响也真大。第二项就是未知所产生的惊吓。有一寡惊吓是因为人对迄个也毋知的代志会惊吓。咱拢看过电视这综艺节目中间有这个恐怖箱，伊请人存入去一个伊毋知内底有啥物物件的这个箱仔内底，因为看袂到，咧摸的时阵过程中间伊就充满惊吓，因为毋知内底放啥物物件。即款就是因为对未知的代志咱无清楚，所以咱会产生惊吓。举一个例，互大家知影，比如讲大部分的人对死亡拢会惊吓，因为毋知死了后会变做安怎。佫无死去佫活的人，逐人讲死亡是啥物，所以咱会惊吓，因为对未知的代志咱充满了无同款的反应。第三项就是经验所产生的惊吓。有一寡人伊被某物人，还是讲某一寡代志伤害，了后就对这个人，还是讲这项代志会惊吓。所以咱华语俗语咧安尼讲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叫抓家着了，连迄个亲像抓的物件，伊嘛会惊吓。有一寡人开车发生车祸，了后伊就毋敢开车，因为即款无好的经验引起伊家己心中的惊吓。有一寡经验无一定是家己的，是别人甲咱讲的。即款无好的这传承引起了无必要的惊吓。咱拄则有讲过这3种惊吓：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、未知所产生的惊吓，以及经验所产生的惊吓。有一寡惊吓是这3种的混合。无论安怎，无论咱形成的原因是安怎，咱今日要学3种方式来对付惊吓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，咱要对惊吓中间得到平安。第一项就是咱要明白而且遵行真理，因为真理会当对付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耶稣基督对咱讲，恁爱知影真理，真理的确互恁得到自由。真理会当互你对惊吓中间得到自由。啥货是真理？真理就是真实确实的道理。真理是代表无同款范围中间绝对的真，伫无同款领域中间拢存在着真理。数学有数学的真理，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真理，信仰嘛有信仰的真理。无同款领域有无同款的真理。真理就亲像光同款，将一寡毋对的代志来照好清楚。譬如讲，咱人伫黑暗中间，因为看袂清楚物件，咱就凊彩去幻想讲一寡真可怕的怪物伫即个黑暗中间。但是如果咱将灯拍开，咱才知影讲原来毋是咱所想象的安尼。譬如讲，举一个例，真理会当对付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过去人常常伫这蒙阿波附近看见着有火光的形成，所以就有这鬼火的传说。后来科学家甲咱说明讲，鬼火形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人甲动物的身体内底有真侪这磷这个化合物，死了后腐烂了，伊会形成这磷化氢。
磷化氢会甲即个空气中间来形成一种混合物，会当自燃，所以就形成鬼火。有即款的理解了，咱就袂因为物质所产生惊吓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即个武汉肺炎蔓延的这段时间，咱就要用理性、用真理来减轻惊吓。这是咱真好的一个机会，互咱共同来学习有关公共卫生的知识。因为上帝互人有智慧，互专业的人去研究这个病症所形成的原因，甲传染的这路径甲方式，咱就设法无去违反。咱知影这飞沫会传染，虽然出入这公共场所的时候，咱就戴这嘴安，戴口罩，咱就常常洗手。那手无清洁，就毋通乌白摸咱的目睭、喙甲鼻。咱知影这群众的组织会产生风险，咱就避免。自然而然，咱就无惊吓。这是第一项。咱遵行明捌，而且遵行真理。第二项，要对惊吓中间得到平安伫信仰来讲，咱要专心去倚靠上帝，因为专心全意去倚靠上帝，会当互咱去对付迄个因为未知甲苦难所带来的惊吓。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上帝互咱有应允，咱若凭这个应允，咱会当超越未知所带来的惊吓。圣经安尼对咱讲伫诗篇第56篇第30到第40安尼讲，我惊吓的时阵爱倚靠你，我信靠上帝，学了伊的应允，我倚靠伊，我无惊吓。一般的人对我会怎安怎？一只咱要注意着，又提起着，我要学了伊的应允。应允是啥物？应允就是上帝所答应的代志。当你确实知影这是上帝的应允，你的惊吓就消失了。譬如讲，真侪人对死亡拢真惊吓，因为咱毋知影咱死了后会安怎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当咱肉体死亡了后，会转去上帝的怀抱中间。主耶稣基督会来带咱转去，这是伊的应允。所以咱得用信心去接受。虽然咱也未拄着，但是因为相信，所以咱心中都无惊吓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来倚靠上帝来赢过这个痛苦所带来的灾害。咱若详细去看约翰福音书第16章中间，咱就会当得到3种秘诀，来倚靠上帝来面对苦难所带来的惊吓。第一项，主耶稣基督甲咱讲，到迄天，你来奉我的名祈求，而且咱提醒讲，咱会当直接对上帝来讲起咱的苦难，透过祈祷，因为上帝就是苦难中间施了稳定的主。咱的祈祷，上帝会听。保罗先生嘛安尼对咱讲：，恁应当一无挂虑，爱伫祈祷中间将恁所需要的，甲上帝讲，用感谢的心去祈求，上帝所赏赐迄个超越人会当理解的平安，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。虽然基督徒有一种真重要的官兵，就是咱会当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伫困难的中间来向上帝祈求。第二项，咱看起今日所读的经文，伫约翰福音书16章的33节，伊安尼讲：主耶稣讲，我将这件代志甲恁讲，是爱互恁因为甲我连结来得到平安。伫世上恁有苦难，但是恁要勇敢，我已经看赢这个世间。咱若对头前较头前一个看，伫14章的中间27节，耶稣也安尼清楚对咱讲。讲我留了平安互恁，我将我家己的平安赏赐互恁，我所互恁的，甲世间人所互恁的平安是无共款的。咱来理解咱的信仰伫遮所讲的平安，并毋是亲像一般人咧祈求讲代志拢顺利，无阻碍，无拄着什么困难。反倒当是讲，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有够野的力量，咱去面对伊。咱无孤单的感觉，因为有上帝甲咱同在。耶稣基督在耶门徒讲，耶门徒甲耶稣中间的关系，就亲像葡萄树甲树枝同款，遐尼密切。因常常甲伊结连，咱就会通得到耶稣基督所供应的快乐。
最近咱发生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的疫情，当然咱相信，咱也知影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咱的防范可能会有空芳，但是咱若事先做好保护这个代志，然后专心全意交给上帝，咱相信上帝的保守。检测咱可能也会拄到攻击，但是伫苦难中间，犹愿咱甲上帝结连，会当得到十足的平安。最后，伫约翰福音书第16章也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就是咱要用勇敢的心去面对。耶稣基督讲：伫世间恁有苦难，但是恁要勇敢，因为我已经看赢这世界。咱的信仰就是帮助咱有够的信心甲勇气，互咱伫生命中，伫这逆境的中间，犹原无失去愿望。咱看见着世间上界大邪恶的溃烂，就是死亡。但是咱知主耶稣基督是赢过死亡。伊在耶文道讲：毋通惊，军队里的人得当战赢过死亡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互咱的应允。所以愿望透过这段经文，咱真心去了解。我靠上帝，咱会当赢过一切痛苦灾害。咱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直接来向上帝祈求。甲主耶稣基督有一款亲密的结连，咱就充满了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个挑战。最后一个秘诀，我需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伫这个时刻，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，会当帮助咱对家兄中间去得到平安，就是咱要真心彼此相听。圣经大咱讲，有听就无惊兄，完全的听，会当除去一切的惊兄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无可能听一个人的东西，佮惊甲迄人做伙。听甲惊吓是无可能同时存在的。听会去除掉迄生命中间的惊吓。这段经文互咱两个真重要的信息。第一项就是，咱要赶紧去接受上帝的听，就通帮助咱除去惊吓、刑罚的惊吓。伫这段经文中间，这惊吓这个词是甲奴才有关系。伫古早时代有奴隶的制度，做一个奴才的人，伊一直生活伫惊吓中间，因为伊真烦恼，伊真惊伊的主人将伊卖去一个更较无好的生活环境中间。有时伊嘛会惊吓主人对伊生气，伊的生命会失去伊的生命，所以伊迄个时阵是充满惊吓。但是咱也知，无有一个听囝儿甲查某囝的老爸，会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看见就产生惊吓的心。咱的天父，只要咱行伫真理中间，一定较保守咱，检查咱五人被过犯所赢。如果咱也愿意认罪，上帝嘛会赦免。咱必须要注意到，上帝是无条件听咱的上帝。咱需要这款的听，去镇压所有的惊吓。咱毋通认为讲疾病的传染病是一种刑罚，我所认为疾病的传染病是一种提醒咱爱真正爱甲上帝密切的结连，伫危机中间，咱永远的充满了平安。第二项，就是讲伫这个时刻，非常的时刻，咱会晓得分享咱的听，咱做伙分享咱的听，就当帮助所有的兄弟姊妹去超越面对困境的惊吓。这是约翰一书的作者带予咱一个上界好的信息，就是真实的听会当产生一个真大真大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会当互惊吓除掉，互人的心中会充满了平衡、安全，甚至会当有喜乐。当你的生命中间充满听的时阵，你内心其他的情绪、无好的情绪都被摆脱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个非常的时期，有一件介要紧的代志，就是爱分享你的听。借着安尼，咱会当伫困境中间来镇压这个惊吓。特别是这个时期，真侪人心中拢充满了无平安，充满了真侪惊吓。紧去将平安的信息分享出去，借着电话，借着视讯软体，咱会当甲其他咱所明白的这兄弟姊妹来分享，将听的福音传出去，来除去这世间所有的惊吓，
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你的话，阮明白，主你所想事会看赢这世间，阮一切面对的挑战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伫这个非常的时期，会当牵调伫你，也会当将你所带来平安的信息、平安的福音分享出去，带互搁较侪人真大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